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Vincent 啊。大家咧相信已經睇咗我好幾條嘅 YouTube 片啦，都係大多數都係日頭嘅拍攝。呢條片咧好特別嘅，我專登等到夜晚先嚟拍。因為呢個單位咧，其中一個最大嘅賣點莫過於佢呢個醉人嘅景觀。我呢個單位咧，我就唔會由室內開始介紹，同大家賣個關子。大家知唔知道呢個屋苑係咩嚟嘅咧？我俾3秒大家諗下，3、2、1。我諗心水清嘅朋友咧，其實都知道呢個係我哋堅尼地城嘅環島嘅景觀啦。我而家身處咧喺呢個3座嘅高層 K 單位，實用面積482尺。而家我哋由露台即刻去片啦。正如大家所見啦，會遠望到呢個昂船洲大橋，望去右手邊嘅部分啦，成個城市景，萬家燈火盡收眼底。甚至乎咧會遠望到呢個九龍站嘅 ICC。呢邊咧就會向翻西北方向嘅，所以咧你有陣時咧大概下晝4至6點咧會享有埋呢個日落嘅景觀。我哋再入翻去，為咗等大家容易啲理解呢個單位嘅結構係點咧，咁我而家會行翻到呢個大門口嘅位置。由大門口入到嚟咧，呢個客飯廳咧就呈長方形啦。一入到嚟咧，如果未開燈嘅時候咧，一打開門咧，見到對面個景觀，其實已經震撼到我噶啦。我哋再講翻室內嘅部分啦。右手邊咧有個玄關位嘅，業主就做咗一個好 fit 身到頂嘅雜物櫃。呢個咧就係客廳嘅部分啦。方正，容易擺放家私。我哋睇睇睡房嘅部分。睡房嘅景觀咧，同露台嘅景觀相若。亦都度身訂咗一啲高身嘅衣櫃。再嚟到另外一間睡房嘅部分啦。業主咧就將佢用咗嚟做一個書房嘅形式。大家咧可以因應自己嘅需要咧，就變成翻咗一個睡房都可以嘅。我哋最後睇埋洗手間同廚房嘅部分。我哋睇咗洗手間先啦，名廁，而且 keep 得乾淨企理。廚房嘅部分，明火煮食。預留咗啲空間俾大家 set up 一啲基本嘅家電。最後咧，我就講一講自己嘅感受啦。我專登揀夜晚上嚟拍呢個單位咧，就係想大家感受下呢個單位嗰個夜晚個景觀係幾咁一絕。呢度咧仲有幾個優點啦。頭先都講過啦，其實呢個交通都好方便嘅。步行去咧呢個堅尼地城港鐵站咧，只需要5至7分鐘左右可以。樓下有晒的士站、小巴站、呢個電車站同埋呢個巴士站，交通非常方便嘅。小巴站我頭先口誤講錯咗啦。呢度咧去呢個小巴站咧，其實佢嗰個地鐵上邊咧會有個小巴站。小巴站嗰度係6Van 總站嚟嘅，可以往返到呢個港島南邊，即係例如瑪麗醫院啊、數碼港、香港仔、黃竹坑等等嘅。而家到而家咧再不得不提嘅咧，就係呢度係屬於小學10日校網啦。有會所設施，有啲室內啊、游泳池之類嘅。甚至乎如果你中意養狗嘅話咧，呢個屋苑咧係可以養狗嘅。現時咧呢個單位咧已經有鎖匙噶啦。如果大家想預約睇呢個單位，或者有任何疑問同查詢，歡迎大家隨時致電或者 WhatsApp 俾我。拜拜。